哇，加分哦。这个这么神秘的所在，这到底是？我拄啊伫遐找无，因为厝拢生啊拢共款，你知？这是阮第二个厝，第二个厝哦，第二个家就对啊。对。哦，谁啊讲第二个家啊？因为阮之前来遮住一个月，我恁来遮住一个月。因为来。开玩笑。公生球，30天，但是有20天，拢落雨，拢落大雨。哦，成功在家训练练团就对啊。对啊。这肯定。听讲恁拢是迄落进前就是你大学的时阵，拢是迄种艺大社的嘛，对吧？对啊，淡江大学。淡江大学。7年。对，7年哦。对，迄时阵阮就是咧吉他社啊，算音乐，声音乐。对，啊，阮感觉真欢喜，真快乐，真欢喜，真快乐。所以阮出社会了后，阮就持续咧在玩了。对哦，恁的台语安尼，啊，恁哪会想到讲要去用台语来创作？因为阮大学的时阵，大学的时阵，阮拢是听团仔，就是讲阮拢听团就对啊啦。对，阮会去阮家己的家团有上侪唱台语歌的。对，切子弹。灭火器，加董事长，加美秀集团，陈建伟，哦，阮因拢是唱拢唱台台语歌，对。伊啊个因讲了做满的，我会听无。免你讲，免你讲。你即摆会听有啊？啊，你写歌的过程中间，敢有你拄着什么困难？哦，就这，因为你要甲华语、甲翻做台语啦，迄词爱写了做对，嘛爱写了做水的。对，嘿，我就是先用国语的逻辑，嘿，去想法，嘿，想法去写，啊写了，我会互伊看，然后伊会去找台语要安怎讲，我写了，通常拢就感觉精彩，就哇，这安尼写就水，啊，但是互大家看，因拢会讲台语无人会安尼讲，无人安尼讲，对，有时阵我会去听别人的台语歌，啊，看伊写啥物歌词，啥物歌词啊，等下偷。算讲听伊的歌，然后听伊的歌词，啊，然后你就摕过来甲取用，甲摕过来用对。对。我有听到恁的一首歌，有甲恁平常时你看的红仔册甲拍的电动的迄种角色，甲写入去内底。阮有一条歌叫做《给我钱》，啊，伊有一个，互我钱，伊有一个第二个名叫做小子，对，小子啊，小子，这个名就是我上介意的海贼王，叫做《海贼王》里面的一个角色，对，啊，我看海贼王的时阵，我就觉得哦，有足侪想法，还有灵感，对，啊，我就用这个角色，甲我的人生甲生活一寡心情，还是讲你的一寡感想，甲写入内底对吧？对，啊，融合这样子。哦。对，这物件袂歹食的，所以恁来遮住30天，大家拢食这里切草。我的那个经纪人会煮，真的中本好啊。所以恁这样住遮住迄段时间，所以平时你嘛对恁住在遮。对。啊，恁是安怎要决定讲要来做这个 long stay 训练团？
咱头家后尾 idea，后尾 idea，啊，恁敢无讨论看这个所在敢好？哦，想要带较好诶，毋过无法度，手差，惊过去吵着别人，所以爱找一个较无人的边所在。边无啥人，问题这边啊拢人女啊，伊较混，离开我们，厝边卖多好啊，对对吧？对对，所以恁来到这，恁就无伫这规工拍电脑，无，完全无。所以逐工拢做认真的，你拍拼，你练团就对啊。暗时阮有看看一点啊，那个册。想要听恁的歌，甲恁讲话来查下。网络顶头还是有人讲我的你歌。讲了毋对啊，对，啊，我就对有。等下，啥物讲了毋对？你敢呢？气象、写香气，你讲的香气，哦，因为伊看有人嘛是写安尼，想讲敢若会使。会使了对吧？对啊对咧写了对吧？因为我正常平常时大家拢会讲气象，所以迄当时阮就挣扎的。所以迄条歌迄当就是上拢做好，做好啊，已经发出来，发出来。无啥物差啦，大家拢是伫错误内底伫学习的，对无？啊，迄也毋是讲你家己调工写毋对的，因为啊你著台语真正就无甲人熬啊。但过你做用功去写你的歌词，你会去看足侪物件，去讲看台语的歌词怎样写，我感觉这个精神是会使的。好咧。多谢。啊，无则食了者，我感觉咱嘛爱出来行行者，即马这个时阵。好啊，就算是。天气袂歹。我想要问恁问啊，因为恁甲即马已经出2张专辑了嘛，对无？对。所以第1张甲第2张的专辑安尼风格来讲，甲曲风来讲是有无共嘛？啊，无共是安怎讲？恁会决定讲要做较无共款的改变安尼？第一张是大学的时阵的创作，拢放伫内。拢放在第1张嘛？对，所以第一张亲像咱的名片。嘿，咩事就对啊？对，嘿。啊，第2张就是阮出社会了后，阮的心情。对。嘿。所以自然有是一点仔无共。不过听恁的演出拢真快活呢。哦，对。真爽呢。爽。对啊，因为你拢，我看恁演出来拢无照规矩啦，想要创啥，我之前少年人真正足强的呢，足侪少年人足爱听恁的歌，啊，拢会留一寡话，互恁看。啊，若是讲有一寡，不管恁做了较安怎好嘛，是讲写一寡较无好听的话，恁家己会去安怎看这个状况？一开始心情嘛是有会受影响。我感觉恁应该看作是一种刺激。不管别人安怎讲，阮就是做阮的，对，恁家己代志做好，家己恁要做音乐做好，家己听会得过，咱再来发出来，互大家来欣赏，来互大家听，对无？而且恁个乐团的名，我才想几部芒果酱台语到地名念，尾后我看到，因为恁有英文的 Mango Jump。对，无错，听恁的音乐真正伫台骹拢会伫遐跳，会伫咧 jump。对，嘛是一种谐音梗。芒果酱来甲支持，因为因的音乐啊，佮因的现场的演出，互大家听了会感觉拢足欢喜。